啊，你这个吸这个水吼，是要创啊？要来做豆腐的。做豆腐用这对，黑色的对不？唔是黑色的，咱摕等于上少要放10天才会使用。哎呀，你记唔对呢，伊迄水伫咧木坡呢。伊是甲树。哈，这是酵素。是。下骹是有即个，袂输敢若迄个火山的迄种地形就对啊。所以即个水就会算讲是卤水就对啊啦吼。对，啊是一般外口当然伊的卤水足侪方式啦，一般是用海水去提炼的。啊，咱遮就是免开钱，免开钱，直接来遮滴。安尼我先少问者，这个量看起来嘛无介多，会有人来抢袂？这个水你安那提都提袂完。哦。对哦。我安尼提掉，安尼一壳差不多2分钟就过起来。这较落拢你拢唔免惊。你啊看咱即马提掉对无？是拢无呀。是。等下。可能佮浮起来。对，豆豆啊，伊个会起来。哇！啊，这个腊肉炒有偌深？唔知影。唔知影。有人提迄个碟个插袂到大。真的安尼哦。啊，我这无拄好啦，骹呢一个啊吼落入去。扒落去。下哦。啊，大家注意一下，大家注意一下，然后看安尼袂算浅浅啦，你腊肉嘛足深的。嘿啊。但是咱好约者啦，咱来讲大家出这水吼。莫讲一概出伤多，虽然讲怎伊就源源不断的出来，是，但是嘛是爱注意一下。这对咱心嘛唔通小贪咧两家啦。